等会大队接力的进行，安全。第一组小朋友请起立。好，家长请坐下，家长请蹲下来。趣味竞赛在旁边观看的家长请坐下，蹲下，谢谢。在外面的观众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。现在大队接力领先的是蓝色背心的，还有棕色背心，棕色背心的是5秒8，蓝色背心的是。请听老师的哨音，8分钟。蓝色背心的是5秒8。操场中央进行的是2年级趣味竞赛，看谁比较 sweet。2年级的小朋友们一样是2人一组，要同心协力跑在花圈里面进行装水。2年级小朋友们练习很多次了，相信今天会有很棒的表现。加油！
到水潭里面，到这看谁的水量最多。